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 B 班嘅何安迪。我係2B 班嘅黃子晴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有意思嘅書，係由博愛編著嘅情緒控制。子晴啊，我想問下你，你最近有冇試過有一啲想爆炸嘅時刻？例如見到堆積如山嘅功課，或者同屋企人頂嘴嗰陣？點會冇啊？其實我諗大家每日都會有唔同嘅情緒，有時開心，有時會突然覺得好壓抑，或者好想發火。呢本書就話俾我哋聽，情緒本身冇對錯，但係點樣處理你嘅情緒，就決定你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冇錯啦，書入邊提到一個好有趣嘅方法，叫做情緒命名。簡單嚟講，當你覺得好煩躁嗰陣，唔好直接爆發，試下喺心入邊同自己講：我依家只係覺得焦慮，而唔係我份人好失敗。呢招真係好使啊！呢個動作就係幫我哋將情緒同自己分開。書入面仲教咗一招3秒鐘定律。當你把火升到上心口嗰陣，大家可以試下同我哋一齊做，先深呼吸，然後數3聲，1、2、3。呢3秒鐘嘅留白，其實係俾我哋大腦入邊負責理性嘅部分重新開機。好多時我哋衝動講出口傷到人嘅説話，都係因為少咗呢3秒鐘。其實除咗處理憤怒，書入面仲講到點樣處理焦慮。佢話好多時我哋嘅壓力係嚟自諗得太多，只要我哋將注意力擺翻喺當下可以做嘅小事上面，嗰種不安感就會慢慢散去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諗，情緒管理係我自己嘅事啫，同其他人有咩關係啫？其實呢樣嘢同我哋學校一直強調嘅仁愛精神係息息相關嘅。係啊，大家諗下，仁愛嘅起點其實係由愛自己嘅開始。如果我哋連情緒都搞唔掂，每日充滿負能量，我哋邊度仲有心機去關心身邊嘅人，去體諒同學喎？所謂仁者愛人，首先要對自己嘅情緒仁慈。當我哋學識咗接納自己所有軟弱嘅時候，我哋先會識得用寬容嘅心去對待其他人。一個識控制情緒嘅人，可以幫助身邊嘅環境降溫。如果你對同學多一份冷靜同埋包容，少一份脾氣，呢樣其實就係仁愛最直接嘅體現啦。所以管理情緒唔單止係為咗自己心平氣和，更加係為咗身邊嘅人。希望大家聽完呢個分享，下次火氣或者心煩嗰陣，其實都可以諗起呢3秒鐘，試下同情緒握手言和。等我哋由管理情緒開始，做一個溫暖自己亦都溫暖到人嘅仁愛學生。我哋嘅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